3號強風信號仍然生效。咁天文台話會喺夜晚11:20或者之前改發8號烈風或者係暴風信號。咁夜晚10點，熱帶風暴杜蘇芮集結喺本港東南偏南約11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約30公里，移近珠江口一帶。咁先由專一培報道風暴嘅最新情況。晚上風勢逐漸增強，尖沙咀開始落雨，但唔算太大。唔少市民同遊客就繼續行街。天文台喺晚上9:20發出預警，指晚上11:20或之前會改發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，本港風勢會加強。天文台將會喺11:20或者之前咧係發出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。入夜之後咧，本港多處地方都係吹緊強風嘅，咁離岸同埋高地咧係間中吹烈風添嘅。咁我哋按照現時嘅預測途徑咧，杜蘇芮將會喺午夜前後咧係最接近本港嘅。咁到時香港嘅風力咧會進一步增強啦，咁同埋有狂風驟雨嘅。政府提醒返屋企路程偏遠、轉折或者居住喺離島嘅市民應該啟程返屋企。預測今晚同聽日多雲，有狂風驟雨，海面會有大浪，會吹強風程度東至東北風，晚間間中吹烈風。聽日就會轉吹東南風。展望星期日雨勢會逐漸減弱，下星期初天色會好轉。亞洲電視記者朱恩培報導。咁同喺尖沙咀嘅曾廣義傾下啦。咁出邊嘅天氣點啊？係啊，吳怡婷，咁我哋尖沙咀碼頭呢度啦，就越嚟越感受到杜蘇芮嘅威力㗎啦。咁呢度嘅風咧就越吹越大。咁究竟有幾大啦？咁唔單止啦，連遮都可以吹反啊，連人行嘅時候咧都會被吹得喐。咁我哋見到啦，有啲街邊嘅鋪頭啊，都已經收起咗易拉架啦。咁同埋啦係一啲嘅廣告板，咁防止啦被風吹走啦，會發生危險㗎。咁而街上面嘅行人啊，明顯都比平時啦少咗好多啦。咁佢哋啦都話啦會趕住返屋企。咁但亦都有啲遊客就話佢哋咧就唔怕打風，想嚟到岸邊咧感受一下颱風嘅威力咁樣㗎。咁而天文台啊喺較早前呢就宣布啦，會喺11:20啦改發啦呢個8號烈風及暴風信號㗎。咁提醒翻市民啦，咁都要做翻好啦防風措施啦。咁你報道係咁多啦，先將時間交翻俾你啊，吳怡婷。好，唔該曬出邊嘅同事都要特別小心㗎。咁至於喺油麻地啦，有巴士俾棚架擊中，咁工人爬上棚架拆走棚架，警方要封閉部分嘅行車線。夜晚7點半，呢一架巴士駛到亞皆老街同染布房街交界嘅時候，俾一個大約10米闊嘅棚架擊中，冇人受傷。